地动有一个高中的建教生，和连落来石头地条的状况无乐观。艺人黄大为等人到伊厝内寄付救难金，要助因一家人渡过难关。因为我每次都在幻想，他每天都还在店里，他会补货。 你知道他小学就会进槟榔了。阿姨情绪激动，讲到过生活，当得真艰苦。细个高中生强进口独立石头当地情形并不乐观，家境嘛无偌好。家人知影了后，虽来捐钱出手给倒三坑。今天来当然就是我们的心意，来帮帮忙啊，然后看看他们。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心情，就是没有办法。 没有办法，那只是能尽一点微薄之力，做到一点点的协助。把他来紧送达，然后继续。听了这个消息是真唔甘，董总管老潘希望家己的心意会当帮助着因。我的便当名称叫做幸福时刻。等家己便当菜色丰富，看得出伊真够处。参加比赛摕到冠军，心情是欢喜甲热扑扑。细个高中生真够处食，伫咧进行酒店建设，才达要进入人生后一个阶段，煞伫咧强进，等着灾难。同学也都很担心他，而且像我们3月27才拍毕业照，那同学有点无法接受。刚好只请外界做好，别甲朋友祈福祈祷，希望伊会当赶紧好起来。他知道，我们给他力量。他也很努力，他很痛，他在努力，他也很努力。 我都知道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伫咧隧道下感谢社会关注，细黄这口罩今日当把加减下，看到伊过去欢喜乐天的表现，敢希望病情会当赶紧看到奇迹出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